查日库下拉西镇的电厂挖了17个大小不等的山洞，最深的达400余米。群众反映这些洞是挖坑所致，电厂至今无阴影，兔子去了哪里？强制假牙大麻头戴黑帽子，像对待反革命和恐怖分子一样，使党员的开除党籍，使社长的撤销社长职务，强迫签订不双方承诺书。他们把信访人员全回家后，利用公安人员打击报复，目无法律法规，我行我素，经常干扰人民群众的。老孔家用现在你东区蒙不就跟老上对，就给大姐带他的接了你。老孔嘛就比较带开普给的带开我这个钱我也那么的老蒙不就了。空蒙不修就跑这些牙签，这一些啊都是工业山呀，都是钱的，别把开送没把马钱，别把说有的话的没把抽这个都是那当的，但有时候基本嘛的别啥家他妈那的有的天兄，等的是像俺那，等的别米做几档，前些档这话早晚你没把那次偷了样，前些个没档的长宁去啊，等这个那次的打，牛肉多这碗子呀，等的是带着。